这件呐，超帅的啦，我自己也有啦。Hello， 各位狮子军们，大家好，我是新竹街口工程师林立人。好，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所在这个位置是天堂 M。好，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周，主题周天堂 M 冠名赞助我们新竹街口工程师的骑士道。好，那这一周的主题是 Return True， 是为了感谢各位球迷，因为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周已经是这个例行赛这一季例行赛的最后一周主场的主题周了，所以这个 Return True 的主题也是要为了感谢满满的球迷。这个骑士道的这个主视觉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超大天堂 M 冠名赞助所以主要还是要感谢这一季球迷朋友们对我们真的是很不离不弃，也很谢谢各位球迷不离不弃，在最后一场例行赛还可以进场支持我们。工程师这场会不会赢啊？会。前面的工程师会赢吗？会。前面的怎么感觉好像有点虚啊？工程师这场会不会赢？会。会不会赢啊？会。好，这就是我们超强大的狮子军。他们现在正在排队入场。谢谢你们这一周的主题，我们的开场的主题，是谢谢球迷们这么不离不弃，很多满满感谢的氛围，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好，接着我们再走到下一站，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骑士精神堡垒，超帅，还冒烟呢，庆烟啊，发抖啊啦，这个骑士道，骑士的精神堡垒，这边有超屌的装置艺术，超大，在骑士的精神堡垒这个地方，你只要拍照打卡上传脸书，还有 IG， 你就可以得到天堂 M 帮我们球员所打造的球员闪卡。我跟你讲，那球员闪卡超帅，帅到爆！那个闪卡是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超级想要收藏的东西。这次天堂 M 就帮我们球员打造了球员的闪卡。那个真的超帅，所以请你，如果你很想要得到球员闪卡的人，拜托来这边你到脸书、IG 打卡骑士精神堡垒，你就可以获得一张天堂 M 所帮我们球员打造的球员卡，超帅，你一定会想要。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开箱看看这个球员卡里面有什么，因为听说是随机的嘛，所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超帅，他是谁啊？没有啦，他是我们，好不好？我们的同乡铁壁，塔壁，我就等于是我现在就是随机我打开这个，然后我就可以拿到塔壁的，不知道你会不会拿到？可是对我来说，这种闪卡，在我小时候，我超级喜欢这种闪卡，这种超级好收藏的。谢谢天堂 M， 只有你们做得到这种东西。好，谢谢。我们又回到了新竹小哥哥，好不好？好，没有不开玩笑。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一站是守护骑士准则这个准然后我们要挑战吉尔塔斯。好，顾名思义，好不好？废话不多说，就是挑战投篮机啊。先按这个红色，好不好？先按这个红色，然后再按蓝色的键，然后就可以准备开始。好，1分钟内投进30分，你们应该觉得很简单，但我也觉得也是蛮简单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这样子丢，你看这样丢就可以丢进，有没有？这样丢就可以丢进，所以1分钟里面你挑战30颗30分，你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好不好？领取你的游戏周边，你的游戏周边就是在这边领取，可是你一定要在1分钟挑战30分，得30分，好不好 ？OK 吗？可以哈。接下来我们来到一个很贴心的地方，这地方超贴心。这个信箱是每个礼拜我们只要有主场周，我们在主场比赛的时候，这个小信箱就是你们可以在旁边购买明信片，然后写下你们想要对球员说的话，
然后投到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啊，你很爱我，你很喜欢我，或是你可以骂我什么的，任何一些话，然后我们都会看得到，而且是一定看得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球员就拿到这个这什么东西，然后就把它丢掉，没有，我们都一定会看得到你们对我们说的话，然后你们把它丢到这边，所以你们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很谢谢你们。好，最贴心的小礼物来了。哦，就是你们每一个球迷其实都可以到球迷服务处，在这个地方，好不好？在这个地方，你们就可以领取一个钥匙圈。那这钥匙圈是什么嘞？就是这个，大家，这是我们队史成军以来，然后打的联盟例行赛第一场，所以这个是历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刻。那这个是我们首战的球衣，然后再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首战也获得胜利。好，还记得田浩抛彩带吧？好，抛彩带事件，好不好？这个就是那一战的球衣，然后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球衣每一件都收回去，然后洗得非常干净，很干净，所以没有汗臭味。如果你们想要买原味的，打给田浩，他那边很多臭衣服，哦，所以这个是洗干净了。那主要也是希望我们跟你们，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个球队历史的成长，然后我们第一次参与了联盟的例行赛的首战，然后也获得首胜。那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在例行赛的最后一周，每一个球迷你们都可以拿回去，进场的球迷你们可以拿回去，然后我们永远都跟球迷你们是站在同一阵线上。所以这是我们工程师团队从上到下，球员跟球迷，我们都是共同体，好不好？欢迎你们进场来索取这个东西，好不好？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商品部，我们商品部门。超多库存，超大商品部。嗨，有没有很疯狂？有没有？这是我们的商品部。好，然后在我们的商品陈设区，然后就是这些地方。超多林林总总，然后眼花缭乱的商品。很多东西都超帅、超好看，我自己都没有，我超想要买。还好我有打折，如果你想要买打折的话，不要找我，因为我的折扣有限，好不好？先介绍我们这一周主题周最重要、最主打的商品之一，好不好？这一件跟我身上穿的很像，因为这是我们这一周主题周天堂 M 冠名赞助给我们的球衣。好，这一件是极速金，然后我这件身上这件是盔甲蓝，我这边也有球迷版的，我身上是球员版了，我是实战的，你们是球迷版，这个盔甲蓝，极速金，盔甲蓝，所以赶快来手刀来买。好，这个复古的球衣，这一件有紫色的，有黑色，我们应该昨天如果有来进场看到，我们球员都有穿这件热身，我们是黑色的，然后还有紫色的，这件超帅，个人真心推荐。然后再来就是，这件就是刚刚我们首战的球衣，裁成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然后有14000份的那个，就是这个首战的球衣，我们实战首战的球衣。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球迷版的。很多球衣，然后都可以自己喜欢哪一件就赶快手刀来买，尤其是天堂 M 的这个，我们这一周主打的主题周的球衣，球迷版真的超好看，你们赶快手刀来买。好，接下来介绍到这一柜，好不好？这一柜都是实战，我们实战的一些照片 T， 这照片 T 其实都还蛮好看，都还蛮有质感的。你看田浩。你们大家都在讲的田浩为什么都在笑？因为他脸就是长那样，好吧？我们在练球的时候明明就气氛很紧绷，可是你就看到他在旁边，他永远都是这个脸，所以你也不能怪他，好不好？这个衣服赶快来买，超帅！这件 T 恤就是有一点含义了，好不好？赌神永远只拍背面，赌神不拍照的，所以这件也是蛮意义深重。你看这个是我们球队摄影。拍的超有质感，然后坐在这个照片 T 上面，你穿出去，一看远远看到你就知道你是
狮粉啊，好不好？你是我们的狮子军，很明显，这都超帅的。然后再看到，怎么有这件啊？超帅的啊！我自己也有啦，我自己也穿啦，好不好？哎，如果你要做公益，赶快来，好不好？拜托你，观众哪爱看这种比赛？你爱看吗？昨天的那一场拳击赛，你爱看吗？好，再来，还有一件我们这一周主打的，很帅，超帅，哦，超帅！我们教练团实穿，哦，都这么帅，哦的一件很帅的冲锋衣的外套，超好看，而且还有一件很帅的排扣裤，哦，如果有在打篮球，哦，你有在打篮球的，都知道你在热身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热身很注重保暖，所以你可以穿着那件球裤在上面跑步热身，然后要上场前再歘一下，帅，就是帅，没有什么第二句话。我们商品部出的商品，好吧，就是帅，没有第二句话，帅。好，我们现在到了商品部旁边，哦，就是在商品部柜位的旁边，哦，有这个扭蛋机，好不好？这个是由我们的技术顾问。扭蛋专家陈志忠，哎，他代言的，哦，是他代言的，哦，你应该都有看到上面的字吧？哦，因为其实昨天这个扭蛋机开始放在这边的时候，我想排队人潮跟着络绎不绝。哦，你不知道的人经过这边还以为这边在卖什么排队美食，超夸张，这个超人气，所以你一次你来排队的时候，好不好？你限扭3颗，你只能扭3颗。哦，如果你还想你扭完3颗还是没有扭到你想要的球员的球衣别针的话，那你就要回去再重新排队。哦，如果你不遵守排队的准则的话，我跟你讲，他哦都笑到你心里发寒，好不好？他搞不好就在这边在旁边准备要扭，我不知道扭什么哦，所以你要小心他。好，所以你一定要很如实的、很诚实、很乖的。好不好？只能扭3次，扭完3次之后，好好回去再排一次队。我来试看看，4扭1次，好，一次100块，所以拜托准备250块，投进去，然后就转，哎，怎么这么奇怪的声音？然后啊，我来看看这道是谁的？哎。我跟你讲，人生就是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刚刚球员卡是塔币啦，这次扭蛋这个别针啊又是塔币啦，我跟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缘分？可能是7世夫妻还是什么的，好，所以我扭到塔币，好不好？我扭到塔币。那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很喜欢，拜托去跟别人交易。好，现在现场会有6、7千人在这边排队等你跟他交易，因为这个超夯的。所以如果你要来扭的话，拜托你赶快来，提早来。好，现在我们进到场内。好，现在应该有看到场内有很多的人，然后还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可能是2张，因为我们现在在场内举行的是我们工程师团队，哦，为了工程师这个职业，真的是工程师的这个职业，还有工程师相关科系，好毕业的，你可以来这边报名参加 JUJU 的训练营，哦 Julian Wright， 哦我们的客座技术教练跟 UBA 的得分后，哦 UBA 得分后，他们2个好不好？1+1绝对大于2，哦非常棒。然后我们的球场超大超漂亮，我们的主场应该算是全台湾数1数2的。哦，真的非常棒。然后最后其实还是要感谢这一季进场，好为我们声嘶力竭，然后为我们加油呐喊，然后进场的每一位球迷朋友们，没有你们，我们工程师团队其实不会走到像现在这样子。哦，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哦，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你们，也非常感谢你们。我们这个地方，你们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把你们当作我们的家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家，所以希望如果这一周没有办法进场的，那我们就明年一起回到这个家。谢谢你们，超爱你们的。